67年勇敢打破禁忌，发起228公益和平运动，公开谈论228，主张好真相，找凶手。所来，咱就邀请迄阵的发起人之一李胜雄律师来替咱发言。各位，咱听台湾，我讲和爱台湾无共款咯。咱遮尤其伫中国因这政权是足爱台湾，对不对？咱内底嘛有内奸真爱台湾，就是爱台湾，互因统治，互因继续迫害，继续独裁政治落。但咱听台湾的人无共款。咱这听心的时阵，甚至敌人咱嘛听伊，但敌人听有个条件，就是要认罪悔改。若无一定得到莫讲世上的审判。人有一辈死，但死后都是有审判，一定恶报先有先报。对这所牺牲的，咱的一个冤路一站，话讲受难失踪。实际上拢已经无伫世上，但是人是毋是消失的？毋是，伊是换了自己，因为有一位救主伊讲，为着伊受困着，为着伊受害人，天国是伊的。人生若无永生的愿望实际上所做的无为善有恶，拢空空一场。但毋是，上天也是创造主。伊有安排，最后一定是爱有先有先报，恶报。只是这时未到，但是到人离开了，都是要天堂还是地狱？今仔日咱感谢这所有的团体，尤其这少年人，有咧继续要行义的路，对这受难受死的这个228，甚至白色恐怖作罪政治受难者，咱不但表示敬意，而且介多安慰，因为天国是伊的。伫世界上分做两类人尔，一位是受害者，一位加害者，无喺中间呢。如讲我政治都无插，实际上当时戒严时代，你有迄个言论自由无，人权自由无，你无插政治，我同我无关系。我嘛毋是228的受害者，是吧？228这亲属我也无熟悉，但是实际上你受害。你若渐渐的时阵，甚至你变加害者。有的受害者变加害者哪有？因为明仔载就发生一个代志，我头有讲，因为有受害者的家属，毋知是被逼来自愿，要请马英九先生，伫明仔下晡伫北港台北市政府本来招台湾国家联盟合办的，请伊来演讲，伊有啥物资格？伊有啥物资格？伊来是要搁来侮辱咱呢？我希望马英九先生知难而退，毋知见笑，佫会受邀请拜伫演讲。我也希望党国的联名要求台北市政府，因为郭文德伊若算受害者，无论伊的认同度较低较悬，但伊是主办单位，已经叫马英九。袂使出席，甚至参加都无资格。因为咱当时有请赖清德副总统，咱若叫赖清德副总统，若马英九要出来，莫含伊同流合污，含这个被害者甲伊可比的，就是含加害者，甚至无加害者咧甲切骹酸，含加害者同流合污，这介大的侮辱。所以这个真严重，咱要去成政府的时候，这旧的这款本色加害者，一定清理掉。你知影南非、曼德拉，
伊成立一个真相和解委员会，咱希望转型正义，无监察咧调查，有条件，就是讲咱无要报仇，咱无要以案还案，这是用认罪的心理，但是伊家己爱认错，然后认错，咱就无搁来追求，这追求毋是讲要甲伊掠，咱都无即个法律讲像以前的法律，就是无论偌久，掠着照常审判，咱是无。所以台湾人当然话讲台湾人伤软土深骨，但是这有咱台湾人善良的一面，咱澎湃，咱希望所有台湾人无分族群，甚至无分外来移民，大家真正听台湾的时阵，今仔咱就要围观起来，咱建设咱台湾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。所以咱真正已经头脑呼吁，马英九，你敢知影建设毋通参加？你来将你所犯国民党的罪，你是毋是会当真正认错、真正悔改？但伊无资格来参加这个台湾为国定的纪念日，和平200和平纪念日国定假日，出席伫咱这个纪念会顶头，这对所有的台湾人民一款搁一届侮辱。毋是讲伤口破的盐尔，迄等于个再一届伤害。所以真正咱中东准马英九讲有一咱不但无参加，咱谴责包括台湾国家人民合作团体，拢爱退出，好无？大家好讲好，叫办就好，但是无咱怎加会才做伙呢？咱这真正足奇怪的代志。这个郭文德市长，我下面无闻无闻，你为什么要请伊来？这样讲起来，我受害者的孙叫伊来，这受害者有一款叫斯德哥尔摩症，恁知影无？这最危险的就是咱被害者，我为加害者做伙，这是介严重的代志。咱台湾有存这个现象，所以咱这国际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，就是一款真正自由、民主、平等的国家，将这句话咱会当完全的解决掉，或者200，或者政治受难者真正行公道，对建设最好。但是已经离开的人，上帝伫遐收水永远的平安甲福气。所以咱继续这个努力，到咱台湾成做上帝真正祝福、自由、平等的国家。多谢各位，多谢。